想請問翻，如果今日0到10分嘅 Maggie，你會俾幾多分我 MC 咧？10分。你哋即係我見你哋個 schedule 啦，你哋真係會即係去 schedule 住1對1，咁有啲咩問題可以即刻揾到人幫手咯。係嗯，就係咁，唔使自己再喺一個漩渦裏邊。我係其實喺呢2個月咧，我喺個 AI 漩渦裏邊咧係癲咗咁樣，自己整其他嘢啊，出 post 啊，各方面係啊，即係點樣去揼個 prompt 出個 image 啊咁樣。但係其實真係唔得，係 嗯，AI 都係爭啲嘢。有試過幾個係外國人嗰啲教練咧，佢係揾人去幫佢哋買呢啲課程噶嘛，係啦，咁我都冇理到噶啦，其實一路都我覺得唔使啦，自己都搞得掂啊，我覺得即係係啦，我用 AI 自己都搞得掂。咁但係聽完你講之後咧，可能有比較啦，同另外一位，咁你嘅領域係闊好多嘅，係嗯，啦，相對地係啊，唔同即係好單一咁樣，淨係。好似佢咁樣好單一咯，係啊，我都深信即係成功一定係有佢嘅價值喺度嘅，因為我都好相信你係真係可以幫到手嘅，因為我都即係碌咗你幾次嗰啲資料。想請問翻，如果今日0到10分嘅 Maggie，你會俾幾多分我 MC 咧？10分。10分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我